后来在地人在地情来看这个真特殊的地方的风俗。农历的9月初9是妈祖得道升天的日子。中华鹿港的天后宫按照传统准备花粉稻，也就是穿这个化妆品来拜妈祖。有36项的名牌的化妆保养品，为1000外块到1万外块的拢有。就开放的民众来寄付，马上就互抢了了。因为信徒相信讲，甲拜过妈祖的化妆品摕来抹面，会得到妈祖的祝福，会愈抹愈水。中华鹿港天后宫妈祖宫道顶面有放下一大堆名牌保养化妆品，对这基础保养到彩妆的应有尽有，总共是有36项，价值是131524块。因为我们妈祖的话是一个女性，所以也很爱漂亮。旧历9月初9是妈祖得道的升天日，庙方会准备这个花粉稻，也就是化妆品祭拜妈祖。不过过去拢无遮尔高级过，今年拢是名牌，开放的民众人观。有加持的比较漂亮，化妆起来也比较漂亮。想要变水，中华也有民俗团水，拜道公道婆皮肤会变好。拜了自己的皮肤会比较好，拿自己保养品来拜，对啊，然后呢，皮肤变好。遮道顶所摆的保养品、化妆品，拢是信徒家己炸起的，同款嘛是相信有神明加持过，会更较好用，甚至认为用了会变较水，嘛好这特殊的祭拜风俗，加做地方独有的特色。